继续来看嘉义县一个工人，2个月前，伫一个工地做工，为悬顶摔落来，互2支80公分长的钢筋铁枝为胸坎甲尻川皮穿过，其中有1支真活心脏，经过5点钟紧急的手术，总算把这铁枝摕出来，逃过死劫。更加幸运的是，伫住院的期间，医生发现伊有肝癌。肝生1点2公分大的肿瘤，嘛趁这个机会开刀来甲切掉。这个意外颠倒互这个工人芳香化结，祸结终生，已经感恩。这是肝的伤口。主治医师来到看病房内面，这个病患张先生无偌久前才逃出死神之手，伊伫工地做事，2个多月前为工地真远的所在摔落来，互2支铁枝啊插着胸坎甲尻川皮。迄阵他麻尔啦，无感觉一直疼。其中1支铁枝啊位伫心脏的边啊。兴趣不错，是因为它是没有那么低，就是比较高，所以跟心脏有一点点距离。臀部穿进来的那个地方，刚好就是那个地方，是我们大主动脉的分支。当时的状况应该是真危险，医生随进行抢救，经过5点外钟的手术，将铁枝啊甲摕起来。张先生混逃过死劫，更加幸运的是，入院的期间，医生佫发现讲伊的肝有1粒2公分的肿瘤，证实是肝癌佫压起来，赶紧甲开刀。张先生讲，这是因祸得福。后来那个是，大家拢来遐恭喜啊，讲我这歹生恶死啊。逃过1劫的张先生想起来讲，还佫会惊，亲戚朋友本来当作讲伊无逃过这关啊，伊真感谢医师将伊为鬼门关甲救回来。伊讲伊真正是福气人。哇，下个。